好，来继续来看屏东的小琉球，有民众翕到这款的画面，是一只海龟主动来挖近着畅水溪甲教练，敢若是甲因的头毛当作是海草，一直加，互人看到会爱笑。也毋过海龟是保育类的动物，若有甲因卡到，相关会当罚款30万。海巡将会查看这个影片是毋是有违法。 就位学员赴教练带领落海比水，伫咧记录海底世界同时，想象一只海龟主动游过来。这只海龟唔惊青昏，敢若甲教练的头毛当做海菜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 民众落来讲这画面，真遐尼看，嘛互人看甲起爱笑。不过海龟是保育类动物，卡到因相关可能扣罚30万，卖面对1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教练和学员拢真细腻，都惊去帮着因。有遇到，但是它不是真的咬下去，它不是真的吃下去了。它可能是觉得那个海藻跟海藻有点像，因为比较短，是会有一些海龟很喜欢朝人冲撞，然后看你很紧张 的样子，他很喜欢。如果没有能力自行离开的话，我会建议客人或是学员原地不要动，就是手可能帮我抱胸啊，就是不要让手指去不小心碰到海龟的。屏东小琉球因为选乌带环境和丰富海藻，一年四季拢有机会看到海龟。之前真侪摆团队因为无细腻摸到海龟，扣罚真侪钱。如今海龟主动挖过来要食人的头毛，民众呢真好闲，无细腻摸到，敢嘛违法？是否是涉及野生动物保育法骚扰海龟的规定呢？这部分屏东县政府呢也会在函送给海巡来进行酌处。当地迷水业者嘛讲，喂海龟爱甲人耍，不过毕竟摸到因代价真大，若拄到尽量闪开，避免犯法，了钱对心肝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